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3号，公元2016年12月2号。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蒙古和日本的访问后，返回达兰萨拉。司政在加拿大议会国际人权委员会前作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会见法兰克福和纽约藏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侄女到欧洲议会作证。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呼吁瑞典议会成员。驻日内瓦西藏办事处呼吁比利时和捷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拆迁拉荣五明佛学院的文章。视频展示对西藏尼姑实施爱国教育活动场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日本和蒙古的访问后，于本月28号返回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自11月7号开始，达赖喇嘛尊者离开印度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日本和蒙古，展开包括弘法和演讲等一系列的出访活动。于本月28号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本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安排下，到日本国会众议院会见了来自5个不同政党的近100名国会议员和议员代表，并就自己的人生3大使命，即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进行了介绍。17号，尊者在横滨市太平洋国际和平会议场发表了以“慈悲通往幸福的钥匙”为主题的演讲。18号开始，尊者前往蒙古，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期间，尊者参访了该国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大城寺，并向当地的信众教授了由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和《圣道三要》。随后，尊者还参与了当地的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间的研讨会。本月24号返回日本，随后在崎玉县崎玉医科大学中发表演讲后，圆满结束了此次的访问行程。11月23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博士出席加拿大议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会议，就西藏问题提出强烈要求，呼吁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派遣独立调查团到西藏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2013年2月23号，司政曾出席加拿大议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会议，此次是第2次会见该组织成员。司政强调了西藏在中国统治下的政治和人权状况，尤其呼吁该委员会关注拉荣五明佛学院的拆毁事件。司政呼吁要立即恢复与中国政府建设性的对话，并且通过这一对话途径来解决西藏问题。司政表示，中方对这方面缺乏积极态度而深感遗憾。加拿大议会议员大卫·斯韦特也在会议上发言，并阐述了全球加强对西藏问题关注的必要性。他赞扬西藏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韧性面对中国压迫。大卫·斯韦特先生还表示，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下，全球冷漠西藏问题而感到遗憾。出席该会议的加拿大议会议员中，还包括兰德尔·格雷逊、大卫·安德森和伊克·哈利德女士，以及加拿大政党和人权组织的部分代表。此外，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的组织下，流亡藏人民选政治领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博士于本月24号同纽约和新泽西地区的流亡藏人进行了会面，并鼓励大家在不受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努力发扬和推广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司政洛桑桑格指出，在中共当局的强权统治下，西藏境内的同胞们正在遭受着任意逮捕、监禁、失踪等种种艰难。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的方向是境内这些遭受苦难的西藏同胞们早日获得自由。
因此，面对这种动荡和变幻无常的局势，我们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要努力保护和体现西藏传统文化及民族特色。司政还强调，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是保护和促进西藏人民的独特身份，同时确保西藏三区在中国宪法框架下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博士在访问美国纽约后，于11月25号紧接着访问了德国法兰克福市。在法兰克福，司政出席了由施瓦茨喜灵基金会组织的圆桌会议。该基金会是一家位于德国的非灵益组织。司政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纳诺波先生和驻瑞士日内瓦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欧洲多杰先生的陪同下，参加了该会议。11月25号，司政在法兰克福向当地藏族同胞的讲话中，强调流亡藏人要保留好我们西藏民族与众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在此期间，司政还赞扬当地藏人社区重视教育发展及其重要性，并希望藏人家庭要更进一步地重视对子女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并鼓励他们要到藏人行政中央各下属部门去磨练和积累经验。司政还谈到藏人行政中央5.50战略工程。司政表示，减轻境内藏人的苦难是西藏民选领导人关注的主要问题。随后，司政访问了位于法兰克福的西藏之家。随着西藏之家负责人的带领下，司政和工作人员对那里的游客进行了简短的会晤。与此同时，本周二，已故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侄女尼玛拉姆受邀出席了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召开的西藏人权举事听证会。尼玛拉姆在听证会上向与会的50多名议员介绍了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共当局判刑，在监狱中离奇死亡的过程，以及他本人在内的数名亲属遭打压的情况，并呼吁国际社会能够彻底调查仁波切死亡的真相。该听证会由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瓦伦西亚诺女士主持。尼玛拉姆目前正在比利时和法国进行巡回演讲。该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和国际西藏运动欧洲分部联合主办。11月29号，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屈佩茨人访问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屈佩茨人先生会见了瑞典议员、瑞典外交部亚太司官员。在与议员们的会晤中，屈佩茨人感谢他们对西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并希望他们在瑞典议会提及西藏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屈佩茨人先生会见的上述议员都表示坚决支持，并承诺将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支持西藏事业。11月24号，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先生会见了比利时驻联合国代表团新任大使哈尔特莫列和捷克共和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丹尼尔米克。藏人行政中央代表欧洲多杰向大使介绍了不断恶化中的西藏人权状况，特别是西藏的宗教压迫和拉荣五明佛学院的拆毁事件。上个月在布拉格主持迎接达赖喇嘛尊者时，藏人行政中央代表欧洲多杰表示衷心感谢捷克共和国政府及其人民。比利时代表捷克共和国副大使与藏人代表会晤后，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声援西藏，并在解决侵犯人权行为方面更坚决地支持西藏。与此同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纽约时报》于11月28号发表题为《中国用联军拆毁藏传佛教中心》的专属文章，揭露中国政府拆毁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并驱逐僧尼的状况。该文章作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黄安伟在文章中写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拉荣五明佛学院。工人们用连锯拆毁一排排房子，这预示着数以千计的手工建造的僧尼住房即将消失。”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官员加紧了对这片定居区的控制。许多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都说，这是对藏人宗教活动中心的严重打击。
尽管西藏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在中国当局的严控下，对这方面的通讯和各种讯息频道中断，但近日从境内传出的视频片段显示，中国当局强行对拉荣五明佛学院遭驱逐的尼姑进行爱国再教育，试图在改造这些出家众，这严重侵犯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最近从西藏传出并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部视频片段显示，疑似在近期遭中国当局从色达拉荣佛学院驱逐的部分尼姑，被迫穿着军装唱爱国歌曲，接受中国的爱国再教育。歌词内容为：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西藏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佛学中心。该学院由已故堪布景美捧措大师建立于1980年。目前该学院已发展到有上万僧俗学员的佛教修学中心。今年6月份，中国政府发布所谓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的文告。紧接着7月份中旬，当局开始展开拆除僧舍和驱逐尼姑的行动。随着这一行动，有数名该佛学院尼姑在中共的被迫下自杀。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晚安。